咁測試下各位睇我影片之後有冇進步先啊？嗱，請聽題，唔好諗即刻答。如果你哋聽到一則廣告，發展商背景又係香港嘅發展商，同你講43萬可以上車中山旗江新城東部經濟區，同埋係中山唯一一個地鐵上蓋嘅公寓物業，同埋你哋要知道啊，香港40萬你可以買一個廁所位，喺呢一度你直情可以買一套雙層 loft 公寓，穩做收租公。當然未講完，連啲香港中介佢自己都買咗啦，真係天下無敵最筍盤啊！咁好啦，聽完啲咁嘅廣告 slogan 之後，我想問下你哋會唔會心喐先？嗱，老實同我講，會嘅喺評論區打1，唔會嘅打2。咁好啦，今日嘅影片呢比較特別搞笑啊！因為今日我會分析嘅呢一個樓盤可唔可以買呢？就唔係我話事嘅，係由各位精神股東同埋評論區嘅各位觀眾老爺，你哋嚟評論。記得睇完之後，你哋去打出你嘅諗法，覺得可以買打1，唔可以買打2啊！咁當然都恭喜各位有幸碌到我呢一期影片啊！咁雖然啦，其實今期影片我真係唔知道可以保存幾耐，但係有一樣嘢我可以保證，就係如果今日嘅影片你睇晒，你已經超越咗90% 喺大灣區置業嘅朋友，同埋 ending 依然我留咗好有用嘅彩蛋俾大家睇多幾次。每次你睇完呢條片，或者你又去衝動消費嘅時候，睇下我彩蛋，絕對係幫你提神醒腦。咁好啦，廢話唔多講，我哋講翻正題先。老規矩，今日我先通過呢一個樓盤嘅前世今生，因為呢一個項目確實係命運多舛，非常之經典。聰明嘅你哋可以通過我嘅下面嘅描述，一定可以發現一啲端倪，同埋我可以保證今日嘅影片係由內到外，全網絕對係冇第二個做得比我更加 details， 有絕對係抄我嘅 cheap 精。咁好啦，今日嘅主角就係呢個富源中山108。咁當然我哋聽佢嘅名就知道啦，佢係對標翻台北嘅101啊嘛，所以佢嘅野心係非常之大。咁當然佢嘅規模就比佢嘅野心更加大啦，因為佢係一個涵蓋咗超高寫字樓、5星級酒店、商業街服務式公寓、高端酒店、文化設施、濱江公園嘅超大型城市綜合體。唔好意思，有啲串啦。咁當然呢一個項目佢最大嘅宣傳賣點，無疑就係佢其中會建設一棟高達498米、108層嘅超高建築，試圖以中山第一高嘅呢個概念嚟重新定義翻中山東區總部經濟同埋旗江新城嘅 skyline。咁可惜啦，事與願違，呢啲我哋通通都會講翻嘅。咁好啦，我哋首先通過呢個開發商主體，亦即係中山旭富投資有限公司。咁根據我哋 check 到嘅公開信息顯示啦，呢間公司其實成立於2025年嘅5月25號。咁佢嘅註冊資本係10億，咁實繳幾多就唔知啦。咁同埋咧，外界報道呢一個都係香港旭日國際集團同埋中山富源集團佢哋合作開發嘅項目。所以咧，旭富呢個名啊，實際就係佢哋各自取其中集團嘅名獲得嘅呢個名稱啦。咁其中大家都知道啦，旭日集團就係呢個蔡志明啦，佢祖籍係潮汕嘅呢個蔡志明先生啦，亦都被稱為呢個香港嘅玩具大王啊。咁富源集團呢，佢其實又係中山本地一個比較知名嘅實業企業。咁所以佢哋呢一種咧，香港資本再疊加埋中山本土嘅發展合作商嘅呢個組合呢，就為佢哋面向港澳市場承接咗好強大嘅信用背書啦。咁項目正式進入大家公眾嘅視野，係由2020年嘅7月7日嗰一次開始嘅一場大型嘅土地出讓開始啦。咁當時中山東區編號咧，由呢一個嘅綜合用地正式就成交，成交嘅總嘅面積係25.81萬平方米，折合約387畝，大約係1.7個維多利亞公園咁大啦。咁最終佢嘅總嘅計容面積係83.7萬平方米，咁最終係以21.8億成交嘅。咁同埋大家要注意，其實當時咧只有一個競拍申請方，其實就係佢哋呢個富源同埋旭日國際係一齊聯合參與嘅。
同埋啦，由於呢一塊地塊土地面積係巨大，用途非常之複雜，加上規劃裡面有接近500米嘅超高層建築，所以呢一次由攞地開始就唔係一個普通嘅住宅項目開發邏輯，而係一個帶有城市地標、總部經濟同埋片區綜合服務開發性質嘅帶有政治任務嘅呢一個大型工程啦。咁其實眾所周知啊，呢一塊土地劃分成為唔同嘅功能地塊，裡面有住宅啦、商業啦、商業辦公、文化設施、公園綠地同埋城市道路。咁其中最受關注嘅就係呢個 A601嘅商務地塊，佔地3.5萬平方米，同埋佢哋嘅原始出讓條件就係一定要求佢哋一定要控制喺490到491米嘅呢個超高建築。咁當然另一幅商業地塊咧嘅商業高度就達到咗200米啦。咁同埋項目當時仲要求佢哋引入呢個5星級嘅酒店，同埋酒店嘅建築面積係唔可以低於3.65萬平方米。仲未完，呢塊地有幾苛刻呢？嗱，我哋睇埋啦，因為佢部分嘅商業同埋辦公物業係要由佢哋開發商長期支持。嗱，大家記住呢一個 point 啊。同埋咧，其中裡面嘅18.45萬平方米嘅物業係要求發展商支持10年，咁所以亦即係話啦，政府對呢一個地塊嘅定位唔單止話佢哋賣完就走，而係希望發展商長期持有同埋運營酒店、寫字樓同埋呢咁嘅商業資產。呢一個 point 好緊要，我哋後面會考到。所以啦，我哋通過啲咁嚴格苛刻嘅呢個土拍條件，其實真係一直都非常之值得玩味。仲未完，當時中山政府仲要求發展商需要建設沿住綦江河一帶建設一個濱江公園，同埋要求咧佢哋喺規定嘅時間內要無償移交俾政府，仲要承擔一定期限嘅免費維護責任。根據我哋 check 到嘅最早嘅時間要求啦，佢哋政府係要求呢個濱江公園喺佢哋交地之後短時間內就啟動同埋完成。所以除咗超高層嘅地塊以外，同埋原則上要佢哋3年內就完成，亦即係話2023年就需要交出呢一個公園。咁而家係點呢？同時又係因為呢個超高層嘅呢個 A601地塊允許佢哋更加長嘅開發週期，所以原先計劃最長6年半嘅時間，就意味住呢個108由一開始佢哋就背負住3個好重要嘅任務，一個就係佢哋自身嘅任務啦，開發住宅同埋商業；第二個要建設中山嘅城市地標；第三個建設道路、公園等嘅公共建設成本啦。所以咁苛刻，結果係點呢？我哋娓娓道來啦。嗱，時間到咗2021年嘅1月21號，佢哋嘅呢個國際金融中心亦都開始備案啦。咁備案方案都顯示啦，項目總嘅用地面積係25.81平方米。總建築面積係115萬平方米，咁其中計用嘅面積只有83萬平方米。同埋我哋要注意翻佢嘅分佈，佢嘅商業建築類嘅建築面積係足足佔咗61.59萬平方米，住宅嘅建築面積只有21萬平方米，亦即係話80萬方嘅規劃有2/3規劃咗係商業。可想而知咧，喺經濟上行嘅時期，大家對未來甚至乎政府又好開發商又好，係幾憧憬未來。而且最初嘅備案項目嘅總嘅投資係65億，咁所以後期經常宣傳話咩總投資超過100億、8億綜合體呢個講法呢，其實就有待考究啦。咁時間就嚟到咗2021年嘅3月份，咁樓盤咧就正式開始割韭菜啊！唔好意思啊，講錯，係正式開始招商同埋對外推廣。咁當時佢哋就肯定有將呢個咁嘅什麼中山第一高啊、天下第一高包裝成為佢哋嘅最大 slogan 啦。喺呢一個時候開始咧，就所有什麼 Facebook 啊、YouTube 啊，就開始大肆咁樣對外宣傳啦。咁直至2021年嘅10月份咧，佢哋嘅銷售中心就開始正式開放啦。咁亦都係標誌住佢哋呢個樓盤項目同埋規劃正式進入呢個實質性嘅市場銷售階段。但係發展商非常之聰明。因為佢哋唔係一開始就將最燒錢、回報週期最長嘅呢一個摩天大樓攞嚟建設，而係先選擇咗地產商業綜合體嘅最常見嘅呢個開發路徑，就係住宅先賣，收到現金先，
咁其實當然啦，喺當時呢個策略係冇錯，錯係錯在人算就不如天算啦。咁當然當時嘅住宅咧就賣得非常之快啦，同埋關鍵當時咧都係異地嘅樣板間，咁所以咧佢哋呢個商業邏輯順序其實都唔難理解。住宅佢哋先攞出嚟賣，可以快速咁樣回籠資金，而超高層同埋寫字樓啊啲咁嘅商業啊商辦屬於長期嘅重資產項目，後期需要資金同埋產業嘅流入同埋運營。考究嘅係呢一啲咁嘅綜合能力。咁最先推出市場嘅住宅就係呢個君悅府啦。最先規劃裏面，君悅府係由10幾棟嘅高層住宅組成嘅。咁主要嘅面積就係89、127同埋130或者更大嘅面積啦。部分咧係採用呢個兩梯四戶嘅設計同埋精裝修交付嘅。咁2022年前後咧，每平方就係18,000蚊到2萬蚊嘅呢個區間。咁當然呢個價格咧喺而家肯定就蝕過半啦。咁當然呢個無可厚非，因為當時無論係邊個人入手喺全國呢個時間段都係如此嘅。但係其實我哋睇翻佢嘅產品設計，明顯就係瞄準翻本地嘅改善客同埋啲港澳群體。因為譬如話佢哋89平方就包裝成為呢個3房啦，包括127同埋130平方嘅。就係喺未出4代住宅之前，佢哋嘅實用率確實係比較高。但係其實眾所周知咧，佢哋嘅銷售重點一直都唔係佢哋嘅戶型，而係將呢個東區嘅區位啊、旗江河景啊、濱江公園同埋未來地標同埋香港嘅發展商背景綁定埋一齊去 sell。咁自然地，大部分嘅買家佢其實表面上佢買嘅一套住宅，實質上佢都係為一個故仔埋單。咁呢個故仔後期講成點呢？我哋繼續聽落去啦。因為時間到咗2022年前後啦，108一邊賣緊呢個君悅府，一邊喺度維持佢哋呢個大型綜合體嘅品牌喺度推銷。2023年初啦，中山東區咧都有啲部門就嚟到呢個項目調研啦，所以可以睇得出咧，政府對佢哋發展商同埋呢個企業係表達咗好強嘅信心。咁時間又嚟到2023年啦，令到我大開眼界嘅一幕嚟啦。就係所有中介又喺度鋪天蓋地咁宣傳中山嘅湯臣一品，因為點解呢？當時佢就推出咗定位更高嘅大平層。咁當時其實呢，我一聽到呢啲咁嘅 slogan，我係笑甩個牙啦。其實有幾多中介真係去過睇過呢個湯臣一品啦？我真係睇過啦。其實湯臣一品而家都跌得好融啊。咁我哋翻到正題啦。咁呢個天聯佢規劃係8棟高層同埋超高層住宅，建築高度係150到250米左右。主打面積就係298、410平方米、708平方米，高約3.6米嘅產品，同埋部分單位咧，佢哋有呢個40米超長嘅景觀陽台。咁實質上賣成點呢？呢個其實大家心中有數啦。但係咧，又成功幫佢哋引入咗一波巨大嘅流量。嗱，雖然咧同君悅府相比，天聯咧唔再係追求翻啲剛需或者啲改善客戶，佢哋其實就諗住爭奪翻中山嘅啲咁高淨值嘅家庭或者企業主啦，或者係啲香港嘅真係非常之土豪嘅業主嚟跨境接，但係咧可惜生不逢時，同埋生錯咗土地。咁直至後來啦，呢一波北上熱繼續火上加油，就係咩呢？港車北上嘅政策正式實施，珠海同埋中山嘅地產市場亦都更加瘋狂。咁呢個108呢，亦都為中山吸引更加多香港客，變得更加進取。2024年啦，裡面香港業主係佔咗70%，其中係集中喺40到60歲購買嘅呢，有啲係自住啦，有啲係退休啦。咁當然呢啲數字係非官方統計，但係其實佢哋嘅營銷方案亦都非常之明確，亦都為後面嘅規劃留下咗隱患。又嚟到2024年同埋2025年間，事情開始峰迴路轉，市場就傳咗聲音啦，話君悅府同埋天聯佢哋開始調整佢嘅規劃。譬如話佢哋君悅府部分嘅單位啊、配電房、地下室園林嘅總平面開始重新申報。君悅府4期地下室亦都進行咗呢個方案嘅調整。天聯部分嘅單位棟數同埋地下室涉及泳池位置啊、停車場位置、充電車位置同埋戶型嘅佈局，包括外立面嘅裝修設計，全部都係重新修改。咁當然喺佢哋成個項目嘅發展過程中咧，最大嘅轉折點唔係住宅嘅銷售，而係498米、108層高嘅摩天大廈呢個咁嘅方案重新調整咗。因為其實早喺2021年嘅10月份，
內地嘅呢個住建部同埋呢個應急管理發布咗呢個關於加強超高層建築規劃同埋設計管理嘅通知，就明確要求咗啦。如果城區居住人口唔到300萬嘅城市，就要求嚴格限制新建超過150米嘅超高層，同埋唔可以起超過250米以上嘅超高層建築。而且即使係人口規模更大嘅城市，亦都要嚴格控制翻250米以上嘅建築，禁止起超過500米以上嘅建築。超高層嘅建築必須嚴格經過消防、抗震、交通同埋3級部門嘅嚴格論證。咁所以啦，到咗2024年嘅7月份，中山市國土空間規劃委員會就審核通過咗呢個 A601 地塊嘅新嘅規劃方案。咁呢度呢，我就唔喺度多讀啦。嚴格嚟講，一句講晒，就係將原先498米嘅呢個單體地標調整為4棟塔樓同埋4層嘅商業群樓組成嘅呢個建築群體。咁其中2棟塔樓嘅高度就調整為246米，直接腰斬。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一開始佢哋嘅 icon 最具話題性嘅呢個地標正式消失，變成無頭東宮啦。咁當然啦，珠海其實都發生過同樣嘅事啦。拱北嘅呢個國衛中央廣場，亦都係同樣嘅命運咯。所以更加唔好講中山啲咁嘅地方啦。咁當然聽到你想聽呢個話題嘅朋友咧，都可以留言，我會花少少時間，到時再同大家去製作翻嘅。咁我哋講翻呢個108啦，其實呢個108層嘅摩天大樓已經名存實亡啦。與此同時，佢哋當時呢個 A601 商務地塊都曾經被列入中山市閒置土地嘅相關公告。可能大家唔知係咩意思，呢一個 point 其實就非常之重要。其實就證明咗佢哋呢個核心商務地塊確實係出現過呢個開發進度嘅延後。但係大家明㗎啦，到咗25年，亦即係舊年嘅10月29號，佢哋呢個旭富投資有限公司又以5億競得東區同一幅地塊4.68萬平方米住宅兼文化用地合同。約定佢哋要喺2027年1月份前後開工，喺2023年初就完成呢個建設啦。可以睇得出呢個集團依然喺度擴大同埋重新整合緊呢個片區嘅土地儲備。所以啦，綜合嚟講啦，呢個項目咧可以話咧係命運多舛。咁佢嘅發展歷程可以概括為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係2020年到2021年嘅超級地標造夢期。通過呢咁嘅超大型嘅商業綜合體規劃超過8萬平方米，同埋借助呢個咁嘅東區啊、綦江新城嘅呢個總部經濟區嘅概念嚟打造呢個城市名片啦。第二個階段就係2021年到2024年嘅呢個住宅現金流嘅兌現期，先後佢哋推出咗君悅府啊、服務式嘅工業同埋天聯嘅大平層，通過住宅銷售嚟回籠資金，其實重點係吸引翻啲香港嘅買家。第三個階段就係2024年至今嘅呢個規劃重構同埋呢個長期開發期啦。因為受到咗國家政策同埋市場環境、建設成本同埋招商需求等嘅提升，所以其實啦，夢想歸夢想，現實還現實。其實成個規劃對發展商同埋政府嘅考驗係非常之高。因為大家諗下，而家嘅大背景就係樓市調整緊。住宅特別係寫字樓嘅需求嚴重不足，再加上呢個超高層嘅政策喺度收緊嘅時代，你成個項目要運營招商起身，我個人覺得係難過登天。咁當然仲有第4個階段，亦即係佢哋而家最近面臨嘅呢個風波。咁呢一個都係我哋今日嘅戲肉。以下節目內容敬請咧家長留意啊，因為咧各位精神股東最期待嘅讀書環節嚟啦！聽到呢度，如果覺得咧可以幫到你哋，希望各位精神股東踴躍咁樣留言啊，打精彩，因為咧你哋嘅支持同埋 feedback 先至係我最大嘅動力。同時咧都希望大家咧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加入我哋呢個199嘅付費內部群組啊，或者咧有朋友對於金灣嘅樓盤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點擊我哋 WhatsApp 發送金灣呢2個字，進入呢個免費嘅金灣業主群組啊，呢個任君選擇。喺裏面咧，大家一樣可以獲取到最新嘅銷售情況啊、價格情況。同樣地喺裏面，你哋都聽到好多我更加唔會喺公開場合講嘅嘢啦。
因為我哋先翻到一開始我睇到嘅呢啲中介嘅 slogan 啊，啲廣告詞先。咁首先呢，我想講嘅就係，如果我哋公司呢，有邊個同事用啲咁嘅口徑啊，去 sell 樓啊，或者同啲客咁樣講啦，基本上我都即刻炒咗佢。但奈何呢，部分中介確實眼裏面只有佣金，見到韭菜佢哋要瘋狂咁樣去割，甚至乎呢，肯定我喺講之前就有啲黑粉啊喺度反駁我啦。喂 Wing Sir， 你馬後炮到而家先講，嗱錯啦，其實我喺舊年嘅年初就同我啲 fans 講過，就只能夠怪你呢 follow 我 follow 得太慢㗎啦。而且其實我經常呢都喺評論區睇到呢一類人唔識得感恩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生活中遇到呢類人呢，我都希望呢你哋敬而遠之就係正確嘅方法。翻到主題先啦，唔好怪我比較直白啊，因為呢一個樓盤確實係我近期呢睇得真係好火滾啊！佢完美詮釋咗咧，真係唔解決問題而去解決嗰啲發現問題人。嗱，我哋睇翻而家呢個我哋嘅最新嘅呢個拍攝情況啦，同埋其實呢，我覺得呢，你賣嘢就賣嘢，你用翻啲咁嘅話術啊，啲咁嘅中介同埋銷售，其實真係侮辱緊消費者嘅智商。嗱，跟住落嚟，我會同大家一一拆解，俾你哋聽到同埋睇到網上或者你哋喺其他平台聽唔到嘅真實內容。喺我 channel 冇廣告，你只要聽到真相。嗱，首先呢，地鐵上蓋，乜嘢叫做地鐵？大家都知道，城際同地鐵係兩回事嚟。我經常都咁樣講，因為呢一啲往往就係啲中介咧，佢哋偷換概念嘅一個核心套路啦。中介佢哋口裡面嘅咩中山地鐵啊、廣州18號線到中山，咁其實呢，佢嘅正式官方名稱叫做南沙至珠海城際鐵路。其實大家睇翻啲咁嘅橫幅就知道啦，包括我之前都有講過。咁注意啦，裡面有兩個 keyword 喎，城際鐵路同埋地鐵有咩區別？由於節目時間關係呢，我直白咁樣同大家咁樣講，城際快線其實本質係更加類似高鐵啊。但係呢，起地鐵佢係有呢個人口同埋經濟嘅要求，咁所以我經常喺度笑稱啦，中山啲地鐵呢，唔係政府起嘅，都係啲中介起嘅。咁當然，如果想真係去詳細了解翻啲咁嘅來龍去脈呢，大家可以睇翻我呢一期節目，呢度我就唔喺度敘述，連結我擺喺評論區，大家有興趣嘅自己去睇。咁問題又嚟啦，點解中介咁中意講咩城際鐵路講成地鐵呢？其實原因又好簡單。佢又係利用咗好多香港人買樓嘅思維啊嘛，因為地鐵上蓋物業呢一招呢，就屢試不爽啊！但係實際上呢，其實而家有部分香港地鐵上蓋樓盤嘅價格都唔係特別好啊，而且呢啲中介呢，成日會同你講明年通車或者2026年通車，總之呢，你問佢幾時通車呢，就快㗎啦。但係實質上呢，我哋俾組數據大家參考下啦。根據我哋搜集到嘅公開資料，截止到2026年嘅6月份。中山段8座車站5座封頂，但係呢，火炬西站因為拆遷遲遲未動工，同埋至少有4處地下段仲未挖掘。樂觀咁樣講啦，可能明年年底2027年啦，但係呢，業內判斷延遲到2028年到2029年。咁甚至乎到珠海段啦，珠海嘅官方亦都明確咁樣答覆咗，珠海段嘅工程其實而家係處於呢個暫停嘅狀態。所以如果你係諗住搏住呢個地鐵夢嘅，去買中山嘅樓啊，或者係買翻啲所謂嘅地鐵上蓋，咁你諗下啦，珠海段都停咗啦。所以呢啲咁嘅地鐵物業，地鐵喺邊度啊？咁當然啦，仲有啲樓盤喺度用緊咩地鐵概念喺度割緊韭菜，呢啲大家都係 keep 住 follow 我 channel， 我繼續咧都會安排呢咁嘅商業嘅節目同大家揭開真相。咁所以啦，各位你哋了解咗呢個概念就知道，一個又冇通車嘅城際站，同埋商業產權嘅公寓，再加埋一個未有獲批嘅長期規劃，中介裡面嘅雙地鐵口筍盤，究竟咩成分？呢個大家就心中有數啦。咁當然呢一個係中介方面嘅問題。我哋呢翻到樓盤問題，其實我哋可以睇到最直觀嘅缺點。通過航拍又可以睇到啦，4680棟佢靠近呢個長江路，同埋有高壓線，只有唔到50米嘅距離。而且長江路作為以後嘅主幹道，車流量以後會好多。後期居住你嘅噪音肯定係就唔甩，同埋高壓線幾時拆除都係一個未知數。其二啦，周邊配套咁多年依然係未有成型，冇商業冇交通，自帶嘅商業除咗隔離嘅呢個寶龍城，咁寶龍城大家都知道啦，自身難保啦。咁所以啦，喺呢啲地方住，你冇車，你基本上乜嘢地方都唔使諗。
第三就係佢哋嘅密度啦，大家睇翻啦，銷售就話佢哋嘅樓價佢有50米，但係咧航拍睇起身點，大家自行判斷啦。咁價格啦，佢哋依然當時開盤係2萬，賣咗年幾啦。咁推出嚟嘅有啲特價單位，而家1萬蚊起，跌價速度都可見一斑。但係呢個其實反而唔係重點。第5個就係我前面講到嘅規劃，一改再改，一波幾折，非常之兒戲。地標又冇咗，同埋咧前面我講到呢個咁嘅公園，呢度又分享一則新聞，你哋睇下。所以翻到嚟啦，成個樓盤嘅發展歷程，其實係咪就一直出現嘅嘛端倪呢？呢一啲就係啲中介唔想俾你哋知道嘅真相，同埋亦都反映咗所謂紙上談兵嘅情況。咁當然啦，更加經典中嘅經典就係以下嘅內容啦。大家去片先。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他，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不解的是你眼中的复杂，怎么看着你眼睛对你说呢？外面在 raining， 想問你 how's going。其實大家睇翻啦，啲咁嘅規劃同埋位置真係唔好再有太多嘅幻想。我舉個我哋珠海最好嘅例子啦，拱北咪有個咩什麼珠澳灣，而家係咩情況啊？其實講句難聽，呢啲咁嘅所謂嘅商業綜合體，好多中介同你講咩酒店託管啊，以後點？酒店託管講真，中山嘅消費力，你40幾萬公寓，你覺得平均可以收到1000蚊嘅租金都已經偷笑㗎啦。同埋最關鍵，你租唔租得出先？同埋最核突，我覺得你如果真係託管啦，好似我呢啲有潔癖嘅就100%唔敢住，因為點解？即使喺深圳啲某個啲咁嘅公寓樓啦，其實都好容易變成啲一樓一鳳啊。咁你諗下啦，你仲喺度網上啲網紅咩小姐姐喺度，咁網紅小姐姐喺邊度直播，佢都要睇翻嗰片區啲榜一大哥嘅消費能力，會唔會願意同佢買禮物先得㗎？咁同埋我哋睇翻啦，你睇下咁嚴重嘅情況，外行人咧睇嘅只不過一場暴雨嘅問題，而我睇到嘅就係一套營銷神話，俾大雨衝出原形，天堂級嘅營銷，但係業主體現緊地獄級嘅心慾。連續2次嘅暴雨，令到無數業主財產嚴重受創。暴雨嚟到最考驗嘅就係一個地方嘅排水能力，甚至乎一個小區嘅排水能力。咁雖然話暴雨咧屬於極端天氣，確實呢個唔係發展商100%開 control 嘢，包括呢個城市排水系統，亦都唔係單獨一個小區可以完全解決。如果短時間內有強暴雨，確實會造成啲低洼區域啊、地下空間同埋車庫嘅出入口出現積水。但係啦，我哋喺新聞裏面睇到啦，物業回應咧係短時嘅大暴雨，加上工地嗰邊又往外排積水，同埋報道裏面都講咗，2棟同埋10棟嘅地下車庫亦都出現咗呢個水浸，部分嘅單位連電梯都受到影響。咁原先設計嘅排水系統點解發揮唔到作用？流落嚟嘅水唔係啲普通嘅污水，而係黃泥水。咁咩係黃泥水呢？就係同周邊嘅施工啊、泥水啊、土地沖刷係息息相關。我哋睇翻呢個航拍啦，新盤隔離就係未完成嘅工地。暴雨時期咧，周邊嘅排水組織啊、圍擋啊呢啲等等，都會影響翻已經係交付咗嘅區域。所以啦，講到呢度又令到我諗起之前我講呢個三鄉中山威尼斯嗰單嘢啊，我就話三鄉係水城啦，有啲就唔信邪啦，甚至乎咧有啲咧就叫做真係 PTSD 啦。佢覺得咧佢就喺下面評論啦，佢就話好搞笑，佢話落雨水就唔驚啊，最緊要水退得快喎。即係呢啲咁嘅評論，大家自己去品味一下啦。所以綜合大家聽完我哋成輯嘅節目，就可以知道其實呢啲就唔係單純嘅咩事故，而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有啲人話Wing Sir你係咪借題發揮？當然唔係啦，因為其實我會睇嘅唔係睇佢有冇出事，係出事嘅方式。同埋如果咧呢啲係屬於一個中山啲不知名嘅樓盤啊，呢啲其實就冇咩好講啦。但係一個時間段水浸2次，同埋一個新盤宣傳得咁高天堂級嘅宣傳，號稱係地標，但係交付咗冇幾耐就出現咗咁嘅情況。因為我覺得其實出現呢個問題，發展商嘅危機公關要好處理好，去維護翻呢個民生，而唔係話去揞住啲人把口。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大家覺得喂，我買樓
唔係俾錢，係俾條命你。特別係裡面其實都唔少內地人花光晒啲積蓄嚟上車，落得如此嘅下場。所以其實咧，發展商佢仲有地塊開發，我真係希望咧，如果真係發展商你有機會睇到依條影片，你唔係話嗌我去下架呢條片，而係你結合翻政府，俾翻啲態度，該賠償就賠償，該負責就負責。點解嘉誠哥可以有咁好嘅口碑？因為佢啲樓價跌，曾經佢都會貼錢俾翻啲之前嘅買家，佢用口碑去人哋嘅收聲，而唔係用手段去人哋收聲。所以點解話每一次危機都有個機會，對於每一個人都係如此。咁好啦，好多朋友都係喺度好奇，點解 Wing Sir 我會製作呢一啲咁嘅影片？有啲就話博流量啦。咁其實好老實咁講啦，如果我真係要去博流量呢，我要爆嘅料呢，仲有好多非常之勁爆嘅。因為製作一輯影片，我嘅時間精力成本係非常之高。當然我都唔需要標榜自己咩君子定係小人，我只不過係正常人。但我覺得作為一個正常人，甚至乎我都係一個地產行業嘅從業者，我見到咁多嘅買家，佢哋確實覺得咁辛苦，同埋而家係咁嘅情況，我唔幫佢發聲，我覺得我心真係過意唔去。同埋我當然自己都唔會避忌啦。曾經我幫人哋打工嘅時候，我都俾人哋 push 去賣過啲垃圾樓盤。所以其實咧，某種程度上嚟講，對於而家嘅我嚟講，我係覺得係一種救贖。咁所以好啦，無論你中意我或者唔中意我都好，今日嘅影片如果覺得幫到你嘅，大家記得 like， 同埋趁你仲可以睇到呢期影片嘅時候，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咁最後，有啲人會將啲矛頭又指向開發商，以為我係會去全力去批判呢個開發商。當然啦，發展商同埋物業佢哋嘅處理態度確實係拋唔開，但係我越了解真相，其實覺得開發商某種程度上都有少少可憐。因為當成個區域發展邏輯出現咗問題，我哋單去批判一個樓盤，其實係解決唔到任何問題。所以今日嘅真相，希望可以令到大家細細品味，因為我唔希望出現呢一種情況，就係覆巢之下無完卵。